全球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思涵，欢迎再次收看《厨娘香 Q 秀》。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来宾呢，是来自高雄的花妈。花妈，欢迎你。厨娘好，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花妈。好，那我们在做这个3杯皮蛋豆腐的时候呢，这个皮蛋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做法，我们请花妈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。好，那首先呢，就是我们皮蛋买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连壳先下去煮，煮大概5分钟之后，再把它捞出来，等它凉了，我们再去剥它。那为什么要这个动作？就是我们知道皮蛋里面它的那个蛋黄的部分是半熟而已。对。那我预防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它会整个就是糊掉了，就会污染哦，让我们整个料理看起来就是脏脏的嘛。是。那一般呢，在外面的话，有可能餐馆他们会用炸的方式。那我们在家里的话，我们就是说，用炸对妈妈来讲，那个油太多了。那我今天就教大家另外一个方式，我们是用煎的方式。对。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待会儿花妈会切这个皮蛋啊，你就会看到说，哎，我们有经过这个烫过5分钟的皮蛋，跟我们没有烫过的皮蛋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我发现有没有？对，哇，刀子非常的刀子也比较干净哦。那大小块呢，我可以自己去斟酌。好，我们这个地瓜粉要沾一点地瓜粉，对，薄薄的就好了。薄薄就好了。啊，那是我的规个拢安尼这个开的喝啊。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很斯文，因为我相信花妈跟我的个性一样，都是属于很粗犷。我们小时候都很希望自己是一个男生，对不对？都跟男生玩在一起了。对。好，观众朋友大概都知道啊，3杯什么叫做3杯？到底是哪3杯哈？1杯呢，一定是跟酱油有关系嘛，是对不对？再来呢，跟什么醋有关系吧？酒跟酒有关系。对，然后呢，麻油。麻油啊！哎呀，我一直以为3杯跟糖啊有关系啊，怎么会是跟麻油嘞？跟麻油有关系，而且呢，这个3杯料理哦，因为我在做一道料理的时候，我都会去看一下它的故事由来。它是从江西，江西那个地方发源起的。那它一开始呢，它不是用酒，它是用酒酿。哦，对，是后来呢，我们改成台式之后，我们就用米酒。对，然后一开始呢，他们是为了，好像那一道料理是做好之后是请文天祥吃的。对，哇，这个文天祥吃到这个3杯，他是没有吃到花妈做的这个用皮蛋做的吧？对。然后呢，这个皮蛋里面，你知道这一道料理，就是有一次我在想说，皮蛋豆腐是我们常吃的东西嘛？对。那我想说，哎，皮蛋豆腐把它做成3杯，应该也不错。就是稍微让它定型一下。对，就是预防我们待会在煮的过程当中，因为3杯里面有汤汁。对。像我们在台湾吃盐酥鸡的时候啊，也有一道就是炸皮蛋。因为皮蛋本来就是熟的东西，那我们沾粉之后稍微把它定型一下就可以了，不要过焦。豆腐的话，一般呢我就是用板豆腐。哦，板豆腐要炸过嘛？就是对，你可以用。其实在家里我不需要用那么多油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用煎的。那我在家里，我昨天有先把它处理好。对，我就是稍微就是用炸的。因为那我们可不可以买那个市面上的那个油豆腐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那之前呢，我记得。我们曾经有做过一道豆腐的料理嘛。对，那怎么样让它入味？厨娘还记得吗？考你，换我考你。哎，实在是哦，我也很怕他，他也很怕我，我怎么还记得呢？我怎么要假装不记得，让他发挥一下？就是我们买回来的油豆腐，怎么样让它可以煮好的料理，它里面是吸满汤汁跟味道。你要先浸泡吗？放冷冻。放冷冻，让它变成穿孔，它就很容易吸这个。对，就是冻豆腐的道理。对，这个其实我是真的忘记，我不是假装忘记了。那呢，我们就是麻油。一开始呢，如果麻油呢，因为麻油高温的话，它会反苦嘛。所以呢，我会在里面呢跟一点点的沙拉油，对，把它混合起来。然后记得呢，你的火也不要过大哦，你可以冷锅冷油。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姜片放下去煸，然后呢，其他像酒啊、酱油啊，好，然后麻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呢，在酱油的部分呢，我会加一些酱油膏。
对，加一些酱油膏。还有呢，就是在酱油的这个调味料里面呢，我还会加一点麻油。他真的很爱麻油，你有在帮麻油代言吗？没有，因为这样呢，真的香气会不一样。等一下呢，厨娘可以试试看，这样的料理出来的三杯是跟你平常吃过的三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人家说坐月子要吃麻油鸡哦，我坐月子没有吃过半滴的这个麻油鸡。我也是，因为我实在是觉得哇，我又不喝酒嘛，人家觉得很补，我觉得我脑子都要炸开了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喝那个。然后我姐姐还很那个，就是说在我怀孕的时候已经去用那个黑豆啊，去泡那个酒啊，准备要给我坐月子，结果我吃一杯就差点要送到急诊室去了。所以说坐月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哦。是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就没有办法吃那么上火的东西。那酒一下去呢，完了，整个人简直就要颠过去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把我们的这个对食材呢全部都丢进去了。对，丢进去，然后呢这样子。然后它煮到收汁。是啊，那冰糖不用放吗？还是你忘记？要，等一下。我比他还急啊！我们让它稍微收汁。哇，看起来的就好吃啊，看呐。对。然后还有皮蛋，我觉得都好吃。而且刚刚你看，我们有沾那个粉，有没有？皮蛋有稍微沾粉，所以等下下去的时候，它那个汁会有一个勾芡的感觉。对，就不用再另外说。而且皮蛋还非常的完整啊，皮蛋就是皮蛋了，不是糊掉了哦。对。它的口感会，等下吃起来会是 QQ 的。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，应该就是料理耶。我觉得料理真的很简单哦，要做好吃的东西，就是说你要花一点心思，然后要很有耐心，因为每一道食材你要去洗，要去选，要去切，对，然后煮完你要去把厨房弄得干干净净。是，像我个人的习惯就是，我的厨房如果没有 table cleaner，我绝对不会上餐桌去吃饭的。我也是，我一定要弄得非常干净这样子，然后我坐在我的餐桌，再回头看我的厨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有成就感，非常的满意。而且这样才可以慢慢享受食物的美味。对啊，我一想到那个厨房这样子，全部都是那个杯盘狼藉，我觉得我就吃不下饭了。你知道吗？在这里面我很想加黑木耳，也不错，好像也不错哈。对。然后呢，九层塔我会放多一点，因为我觉得它很香。对，像我们家也是随时都有种九层塔哦，因为有时候偶尔只是，今天我们花妈是跟她个性很像，很豪迈哦，放这么多九层塔哦。那个我们家老公都说开门店没当给人家，说东西对不对？要吃就是要吃到开心啊。因为他会说，我觉得多一点的话，就也还好。而且九层塔下去真的好香。而且我们这个九层塔跟国外的所谓的那个 basil 啊，其实不太一样，味道还是有差啊。对，好。因为我们今天用这个锅子铁锅啊，我觉得铁锅因为它的蓄热性也很好，所以你到后来你发现已经快没什么汤汁，已经缩的差不多，你就赶快把火关掉了。对，因为你再继续开着火的话，它整个汤汁会没了。好，你看我已经准备好筷子了，要不要先尝一口？没有，你先装盘。好，我这时候不能显得猴急啊。哇，好大一盘，这么大一盘哦，成本真的其实真的很俗啦，就俗的。你看那豆腐才20块，啊皮蛋3粒吧，我在高雄买1颗大概是8块，好，也是20几块，那加一加应该50块。铜板料理，铜板料理，对，铜板料理。可是他上桌的时候，朋友来的时候宴客都觉得好有面子，而且蛮特别的。我自己觉得当初做这一道的时候，我觉得感觉还不错。哇，这一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下饭哈！试试看皮蛋。我觉得吃皮蛋是非常享受的事情。不吃皮蛋的观众朋友，你要不要因为这个3杯皮蛋豆腐来尝试一下？我觉得不吃太可惜了，皮蛋真的是人间美味。我好爱皮蛋，还有咸蛋呐。
这个时候世界只有皮蛋跟我了。我觉得我超级幸福的，为什么？别人看我吃，我不需要煮给别人吃，真的，我已经在家煮了快30年的饭了，对，所以我要退休了，换别人煮给你吃。